大家好，我是夏林熙，是今年经管系的大一新生。首先，我特别荣幸代表我们2014届的新生在迎新会上发言。昨天我踏入京大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，相信大家跟我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要珍惜京大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，认真努力，积极向上。夏林熙，夏林熙，夏林熙，等一下。蒋正涵，是我没跟你说清楚吗？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要跟着我干嘛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来这里都是为了你啊。我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话，都是说给你听的。我没有食言，我来京大了。蒋正涵，咱们是什么关系？是同学还是朋友？朋友。朋友，是分别的时候好好分别，再见的时候好好再见。你是吗？你说走就走，一整个暑假你一条微信都不回，你毫无缘故说消失就消失，没联系过任何人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潇洒，特别有范儿，特能让我死心塌地的记住你啊？林熙，我当时真的是有很特殊的情况，我爸我家出了一点事儿，所以我不得不先来北宁。但我之后我知道我有机会来京大，我就去集训了。但集训之后，我的手机又被没收了，所以你进了京大，成功成为计算机大神，你真是既神秘又抢眼。不过这些荣耀，你既然不需要我的参与，以后我也没有兴趣参与。不是的，林熙，林熙，林熙。哟，这脸怎么这么丧啊？